圣经伫传道书3章第1节到第8节，请咱兄弟做伙来念。天的万邦拢有伊的期，万项的事拢有伊的时，有出世的时，有死的时，有栽种的时，有培出所栽种的时，有胎死的时，有医好的时。有拆毁的时，有起造的时，有啼哭的时，有好笑的时，有哀惨的时，有跳舞的时，有黑石头的时，有捡石头的时，有通抱的时，有唔通抱的时，有找到的时，有失落的时，有保守的时。有放杀的时，有拆离的时，有补填的时，有竞争的时，有讲话的时，有疼惜的时，有怨恨的时，有交战的时，有和好的时。
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日我要来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题是纪念我。咱的救主耶稣受卖迄一暝，伊掰开饼，佮分互学生讲：摕去食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；摕去啉，是我的血，为着恁来流出。就惊安尼来纪念我，来纪念我。咱的救主，互人气煞迄一暝，伊放落地，对伊的爸祈求：你若肯，就将这苦杯离开我；你若肯，互我免拄着这个死。伫极黑暗时刻，你捌纪念我，就纪念我。你在我深受未息的迄一暝，你照顾我，我就袂阁孤单。当我食你赐我的血甲身躯，当我听你去西马尼园的祈祷，我就知影你特别纪念我，请纪念我。哦，主，请纪念我。
无伊的死，就无过我。请会长甲阮做伙来吟诗，哈利路亚，伊有过我。会长，请坐。顶礼拜爱餐了后，世云老师向来圣歌队所在，甲我讲，后礼拜你来分享好无？我讲哦，向甲我叫我来分享，这是一个真重的一个担头。但是伫甲伊讲的中间，伊直直甲我讲，来，无要紧啦，你来讲。总是我心内是非常的惊吓甲提示。毋拄乃迄个时阵，乃直直想着早起牧师伫讲道时，伊讲迄只细只女仔讲，主要用伊，主要用伊。伫迄个时阵，害我拒绝的迄个心，就直直软化。到尾啊，我就接受。这个担头，总是我其实足无用。我逐工若下班，等于甲厝拢差10点半，还佫一沓病历足大沓，还佫写，拢差佫写1点钟吼。啊，我实在是也无时间去准备，也嘛无时间去咧。我毋知影我要讲啥物，所以我就靠赖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既然要互我来讲，请你互我开启我，互我的心。知影讲你爱我讲啥物？今仔日我相信这是上帝要通过我的嘴来讲出伊家己的话语。咱捌伫电视顶头看到人咧变魔术吼，迄变魔术是有够。安本来咱看讲，但是安怎哪会遐搞安尼吼？安尼看咱看毋知影吼。以早有一个。魔术大王吼，叫做寇丁尼吼，伊非常的会变魔术，尤其伊的专长就是家己绑伫箱仔内底，还是一个箱仔内底，也是伫家路内底，用封条给封起来，佫刷入去，佫派卫兵伫外口咧徛，伊足厉害，一目念久尔呢。
伊为大门遐行入来。咱想要讲，伊是安怎才有法度？明明都伫家楼内底，啊，伫迄个阿爸内底，是安怎伊有法度随离开，来行到伫大门口，甲咱大家安尼见面。所以大家拢叫伊叫做魔术大王。伫到伫伊要死之前，伊有下一个愿，就是有迄款雄心啦吼。伊讲望伊家己会当死去了，会当变魔术变对坟墓内底，佫再出来。总是伫1926年，伊过身了后，到即马拢无人佫看到伊，因为伊是人，人有法度佫再佫活。总是咱的救主无共款，咱的救主伊是上帝的囝儿，伊是无罪，为着担当咱罪，伊来到伫世间，所以死埋葬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这是千真万确，就是因为神才做会到这点。虽然彼得多伫坟墓迄个大粒石头钉伫遐，煞来佫用封条甲封起来。啊！佫外口派卫兵共款伫遐徛，总是咱的主有法度脱出死亡的权势，到伫天堂的所在。3月初3，我参加一个长老伊的葬式，这长老大家非常的敬重，大家非常感觉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人。啊，伊过身去，伊的大囝。伫社事内底，你讲社事的时阵，讲，我的爸爸甲我讲我信主了后，我就毋捌佫犯罪。我伫迄个时阵听者心肝切一个足刺擦的，因为我感觉咱信主了后，时常咱嘛是佫咧犯罪，总是伊有这款自信，讲伊信主了后。伊就无搁再犯罪，我相信这是真做咱真好的一个反省甲勉励。伫希伯来书第6章第40甲第60节遐安尼讲，咱若明白上帝真道了后，咱若搁再离开真道。佫再去犯罪，这就是将耶稣基督上帝囝佫一摆钉十字架顶头。今日咱遮咧纪念佫活地，我望咱大家会学迄个长老伊所讲的，咱莫佫犯罪，咱莫故意佫犯罪。望耶稣基督今日佫活，互咱对罪恶的坟墓的中间犹原同时佫活。以上。
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细汉的时，我的爸母并无特别教我啥物是鬼，啥物是神，因为伫阮兜，阮拢无信邪的。我意爱科学，读有系统整理的册。我认为凡事有道理，就讲会清。我嘛真有自信，袂凊彩去接受别人讲无逻辑、无知识的话。伫过去，我是一个无神论者。自细汉，虽然我的阿叔已经信主真久，我的老爸也甲我教讲，你迄位毋捌看过面的阿嬷是一个基督徒。但宗教对我来讲，就是一种无知识、无理性的物件。为什么有人会想要去庙里拜拜？信遮的鬼甲神，拢总是刀柄现实尔，连家己咧信啥，伊嘛讲袂清。我安怎嘛想袂晓。迄个时，基督教互我的印象，只是讲的较有逻辑，比较起来较有道理。安怎讲较有道理？细汉的时，厝内毋知倒位来，客厅的架仔顶就有一本圣经。当我大汉到所捌的字较济的时阵，我有时无聊，我就甲摕来读。厚厚本的圣经对细汉囡仔来讲，无人带是真歹读，尤其是新约真侪论道理的文字，细汉囡仔根本无兴趣去念。迄个时有听起阿叔咧讲约瑟替法老王解梦的故事，做埃及的宰相，嘛有看到古早版的10条戒的电影。读这本或者圣经的册，挺好读到遮个故事。毋若原本知影的，头前的、后壁的，拢读会到。迄个时也知影有圣诞节，基督教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佮将伊的囝降生伫古早的以色列，各种的过程。当然，故事较读嘛无比圣诞礼物较重要。迄个时厝内底有一支真细支的十字架。顶面顶一个人，钉仔看了真大支，迄大支的钉仔对迄个人的骹手甲穿过。细汉的时，我看了真惊，所以读到耶稣要受难的时阵，我就甲迄段的故事甲跳过。原来因是咧信安尼的上帝，虽然因有讲较清楚，但是若是源头迄个上帝无影，后壁讲偌清楚，其实拢无效。这位上帝嘛真怪僻。送伊的囝来死，佮着专工佮互伊过活。这本册顶面有侪侪故事，佮有智慧的话，拢袂去讲奇奇怪怪的鬼，佮有真清楚描写的神。但是对无信心的我来讲，甲读一般的册无啥物无共。特别是后来主祭出一本册，或者静思语，互我更较相信，遮的宗教其实拢差不多迄套。真侪年过去，我哪大汉，大学毕业当兵做工课，先是我的阿公，过来是我的妹妹，后来我的爸母、我的阿姑，甚至我的阿姑佫带着姑丈做伙，一个接一个拢去教会参加礼拜。我想因是咧笑脸阿嬷，无感觉讲啥物无好，嘛无受啥物感动。直到30岁迄年，外口工课歹做，我嘛叫屁屁。就倒来厝里住咧，自19岁离开厝去台北读册，我就真少佫倒来厝里住。老爸为伊甲我要求一项，阮礼拜日拢要去教会做礼拜，你即马袂当选，必须做伙去。我知你会信，若是礼拜做了无清无楚，你久来嘛袂听话，你着礼拜煞去找娘丢了。互伊逐周甲你上课，课若上完，你也无想要做礼拜，你听好免来。老爸讲的话真公平，要听伊的话，我嘛找无理由讲我爱听伊的话，只有乖乖照做。一方面我嘛真有自信，除非是我讲甲听无，我若听有老师咧讲啥，我就听好找着破口。我若找着破口，我就听好一堆闪撇的理由，我来做礼拜。结果老师上课真有耐心，我若是问啥，娘长老就回答啥，一点仔都袂闪撇。第2摆课，我甲老师问，若是无耶稣，这位上帝甲咱人敢有啥物关系？老师甲我回答，
对，若是无耶稣，遮个拢免讲。原来这就号做信。信耶稣是一种选择，毋是一种学问，互你踮遐问讲这是真的还是假的。第三摆课，老师讲起上帝伫伊殿内底咧化人，人做毋着代志走去你。上帝话讲，你伫哪落？老师佫讲起浪子出外失败，倒转去爸兜，老爸徛伫门诶，远看到囝倒转来，鞋也未穿还未好，就赶紧撞出去，揽着伊诶囝。我随时咧想着，我诶老爸老母嘛是安尼对待我。我也未捌即个上帝的事，结果即个上帝已经咧甲我话。兄弟姊妹，这是我的故事，那恁呢？麻烦下一页，谢谢。我们接下来用3首诗歌来跟大家一起默想，一起祷告，来思想我们的十架。我们在十架上，我们的救主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恩典，什么样的应许，什么样的救赎在我们当中。第一首歌，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宝贵十架。麻烦在下一页，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歌词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舍，带我出黑暗，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见。主耶稣，
我感谢你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医治恩典涌流，使我完全得自由。宝贵十架上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，我匍匐敬拜你。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设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我们一起用这一首歌来跟大家分享，一起来默思，一起来祷告，当成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一起思想的一首歌。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，上帝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
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应许，多么美好的一个救赎呢？弟兄姐妹们，对我们人来说，我们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他的宝贵十架上接受主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，一切的恩典。因着有十架的爱，因着上帝给应允我们的一切，而我们白白的领受这一切的救恩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呢？主耶稣的身体为了我们而舍，宝血为我们流出，就是为了要吸引我们来亲近他的爱，来亲近他，让每一个人能够在他的十字架下面来仰望他。因为这个白白得着的恩典，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，都可以得着的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，因着十架爱，因着十架爱，因为他受了鞭伤，我们都得了医治；因为他受了刑罚，我们都得了平安。阿们吗？阿们。我们倾献这个恩典，我们不止自己，我们也跟我们周边的身边的朋友一起，我们来唱这首歌，好不好？主，你身体为我而舍，因着十架爱。主，你的身体为我舍，你的宝血为我流出，诚然担当我的忧患，定义背负我的痛苦，因你受鞭伤我的医治，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。主啊，我会转到你面前，我要因你医治和平安。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好不好？治和平安，因着十架爱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感动，牵着你旁边弟兄姐妹的手，一起唱这首歌。因着十架爱，因着十架爱，因着十架爱，紧我的接近，因着十架爱。我们从头再来唱一次。主，你的身体为我舍，你的宝血为我流出，诚然担当我的忧患，定义背负我的痛苦，因你受鞭伤我的医治，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。主啊，我会转到你面前，我要因你医治和平安，医治和平安，因着十架爱，重罪的赦免，因着十架爱，因着十架爱，因着十架爱，紧我的接近，因着十架爱。今我们每一个人得着这个医治和平安，都是因为十架爱。
我们的罪得赦免，也是因着十架爱。我们每人都得了洁净，也是因着十架爱。请弟兄姐妹请坐。我们有最好的朋友耶稣，他是我们的君王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更是我们的好朋友。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记和朋友就是耶稣。如果你会唱，也愿意唱，跟着我们圣歌队一起唱。咱这条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到第8节。安息日已经过身，莫大粒的玛利亚，甲雅各的老母玛利亚，甲撒罗米，有买香料要来抹耶稣。7日头1日真早，日拄啊出，因到墓，三甲讲：之水啊！要替咱过迄块石离开墓门啊！夜目就看见迄块石已经高开，因为是真大地。入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伫正边，穿白衫就戆影。少年人甲因讲：毋免戆影，恁是找顶12个拿撒勒人耶稣，伊已经过活。无伫遮，你看，伊埋葬的所在，打着去甲伊的学生甲彼得讲，伊带先恁去加利利，恁伫遐要看见伊，
照伊所甲恁讲的，这个妇人人出去离开梦就走，因为袅袅喘，戆影也无甲人讲啥物，因为因真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，毋知影咱手头所摕的圣经是虾米款的版本？若是讲咱的版本是较新的，还是讲修订版？绝对伫今仔日所读的16章的第9节进前，一定会印一行字，写讲有些古卷另附下列诸段。有些古卷另印下列诸段，我毋知恁的手头的圣经敢有印这行字无？有诶，请举手，互我知影。好，手放了。所以大部分咱的圣经内底拢无印这行字，这代表讲啥物？我的版本是新的新译本，代表讲一古早马可福音的抄本内底有诶。有抄第9节到20节，有诶无抄第9节到20节。那安尼这有啥物款诶分别呢？原来最近圣经学者诶研究，以及这圣经学者因诶强视研究讲，上原起头、上古早诶迄份抄本，其实是无第9节到20节，是无第9节到20节。这段咱过去认为讲是真完美。真圆满的这个结局，这是这些问题转来。若是无第9节到20节这么完美的结局的话，安尼今仔日这个第8节，咱所读的这段圣经的第8节，伊就是一个啥物款的结局？咱的 PPT 会当，互来放头歌来领受马可福音的结局。第8节就是马可福音上原起头的结局。第8节，咱做伙来念，请。咱大家知影一件代志哦，这是上旧版、上确定的抄本的最后的结局。写的是这个妇人人出去了后安怎？安那直直吵，心情安那袅袅喘，搁只戆影硬气，甚至上重要的是，伊敢有将搁活耶稣的代志甲人讲，拢无甲人讲，拢无甲人讲。咱想讲是安那上原起头马可福音的结局是遮尔无平安、无喜乐、搁无圆满，等到互人感觉真碍扰、真无爽快，都充满疑问。咱来回想，咱来想象，咱转去到2000当前，也是讲第1世纪中叶，当这个初代教会的基督徒，因只听这个使徒伫分享耶稣的时，甚至是因只读这个福音书的抄本的时，因听到这会安怎想？我要讲的是，当时的基督徒无像咱遮尔方便。连面有更新、有蒲公英、有新眼光通看，因为会当学习信仰的时阵是啥物时阵？聚会的时阵，爱则详细听每一个使徒用口传的方式，让因见证耶稣基督。正是咱来想象，当咱有人去读这个马可福音，这个福音书头到后壁，读到第8节的时阵，结局是啥物货？这妇人人走出去安怎？惊到要死，袅袅喘，拢无达人讲啥物，拢无达人讲啥物。然后读了后，去读福音书的人，就知迄册合起来也是讲起来。咱来想，这个听众会感受安怎？哈？耶稣的故事就安尼煞，倒来咧，就安尼尔吗？耶稣的故事倒来咧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总是接续因绝对都有疑问，会疑问讲：毋对啊！这妇人人出去，敢有甲任何人讲？奇怪，你读的迄份抄的人，伊较会知影。
迄个草的人一开知影讲有即件代志，富人人都无甲任何人讲啊。最后疑问就是讲，啊无即个抄耶稣会记载的人，伊是听谁讲的啊？伊到底是听谁讲的？讲的人哪知影耶稣搁活即件代志？伊哪会知影？当初代教会即听这个福音书听到后壁第8节的时阵，因充满疑问的时阵，这疑问要安怎？要安怎送来解答？解答的人就是迄个即读抄本的人，互人听的迄个人，伊爱解答。要安怎解答？用伊家己性命的见证来解答。换一句话来讲，马可福音上弯起头的设计，是要互人配合个人的见证，来宣讲耶稣基督的国活。所以照安尼看来，第8节所写的，遐个富人人惊到要死，无达任何人讲，总是最后到底这个富人人敢有达人讲耶稣国活的代志？恁感觉这个富人人最后敢有去传耶稣国活的消息？敢有？有去传对无？真正有去找这个门徒，找彼得，甲因讲对无？所以最后这彼得甲这个学生听着这个富人人的见证了后，敢有相信这个富人人因所讲的话？因相信，因相信这个富人人真正记着国活的主耶稣。特别交代因一件代志，爱叫因去倒搭，去倒搭，去加利利。因为耶稣国活的耶稣已经带成因去到加利利，所以咱倒来想，这学生敢有去到加利利来找耶稣？有找耶稣。当因记着国活的耶稣了后，这是真正认捌基督的开始。我相信国外主耶稣绝对有差遣因，互因使命。这门徒学生就开始勇敢壮胆去传耶稣基督国活的这个福音，佮用家己的性命来做见证。当这门徒开始传福音的时阵，福音书的作者马可，伊就是当时的听众之一。一面听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些门徒伫讲耶稣的代志，又一面听一面抄记录落来，最后就完成今仔日咱手头这本圣经新约马可福音。抄落来了后，才问彼得这学生应该会留，敢会死，敢会过身？安尼要安怎？要靠什么会？要继续来传讲主耶稣？靠什么会？靠圣经。总是咱会发现讲，是啊，咱马可伊对耶稣的记载，结局是写安尼。要讲这个富人人安尼拢无甲人讲，惊到皮皮抓，惊到要死。因为马可福音伊毋望，伊即个结局圆满的结局，无爱藏伫册内底。即个圆满的结局要藏伫每一个信徒因的生命见证内底。所以马可福音的结局，你毋通只找，毋通只册内底找，啊，伊伫倒找？是咱彼此信徒之间的性命来敲找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咱来彼此活出国活的见证，活出国活的见证，才会将来见证这主耶稣。所以国活就天，毋是结束，是传福音的开始。每一个信徒的性命，拢爱成做耶稣基督国活的这个见证。咱若是回头倒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坐伫坟墓内底的这个穿白衫的少年人，伊吩咐这个富人人爱去传耶稣国活的这个好消息，佮特别交代富人人讲：恁若是记着彼得甲这个门徒，恁绝对爱叫因讲，转去到加利利。转去到加利利找伊，就照进前伊甲因所讲的安尼。总是咱来想看卖啊，是安那国活的主耶稣要转去到伫加利利，而且都叫伊的学生爱转去加利利找伊。是安那是加利利这个地点？
耶稣会当继续留伫耶路撒冷，会当留伫犹大地区，啥伊一定爱转去伫加利利。对当中时的学生来讲，转去加利利，就是转去到湾起头受呼召的所在，来回想因湾起头是啥物款的人，来回想因湾起头属灵的生命是啥物款的境况。来回想因受呼召了后，耶稣到底予因啥物款的使命？上时回到加利利，嘛是倒一摆转去到服侍的起头，转去到服侍的起头来回想，当因对主耶稣咧服侍的时阵，耶稣到底讲过啥物款的话，做过啥物好的款式予因看。然后重新来学耶稣基督的款式，对加利利的顶头的行一界，开始将福音对加利利开始来传去。特别这个穿白衫的妇女，这个少年人，伊讲特别爱打上讲这件代志。彼得对无？彼得的名特别去提起对无？啥彼得的名特别去提起？因为彼得3摆安怎？无认主，所以意思是要互彼得倒一摆转去到加利利，知影讲你毋通得掠主耶稣基督做见笑，毋通得掠主耶稣基督做见笑，你反倒爱勇敢壮胆，为着耶稣的国活来做见证。因为耶稣的国活一定显明，死亡毋是结束，是要通往这个永远活的道路。那呢，我要讲的是，咱现代的信徒，咱要为着主来做见证，咱嘛相共款爱转去到伫加利利，咱来转去到伫加利利。总是马可的意思，毋是讲咱真正坐飞机走去到即个中东地区迄个加利利。马可的意思毋是安尼，伊意思是讲，你今仔日若是要为主做见证，你来真正了解耶稣，真实认捌耶稣。所以耶稣对啥物所在出现，开始伊的服侍，伊对啥物所在开始服侍，你就对遐开始来认捌耶稣，学习耶稣。若是咱的手头有圣经的话，咱先到马可福音第1章第9节。请问耶稣对啥物所在出发，开始服侍？耶稣的故乡是对搭？拿撒勒。拿撒勒是对搭？就是加利利。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出来，然后伊的福音就对加利利来开始。所以马可这位福音书的作者，伊真用心去设计，因为讲人只是看一解福音书，敢有法度完全来认捌主耶稣？无。所以当看到第8节，这天使吩咐讲，请你倒转去加利利。找耶稣的意思就是讲，请你先到第1章安那，到顶头来看，顶头来看，你顶头都对耶稣行一解一团福音的路，顶头来看，看了再开始伫生活中间来学耶稣，学亲像耶稣，然后再来看圣经，反省家己，一摆倒一摆，一摆搁一摆，来跟对住耶稣的脚步，行到路尾。无够认捌，就倒来看一解。马可已经明白一件代志，这耶稣的门徒，因会过往的一天，若是要靠因用口传的方式传福音，敢会赴？袂赴。所以绝对爱靠这本圣经，所以伊真用心去听彼得这个使徒你讲解介绍耶稣的时阵，伊抄落来、记录落来，为着是要通过圣经。互人家己来认捌主耶稣，学习主耶稣，学耶稣的款式。安尼，当人开始认捌主耶稣，会当学伊款式的时阵，才有法度用伊家己的性命来做见证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国活的意义，不只是互咱有国活的愿望尔尔，嘛毋是讲每一天的。到这个主日，咱就直接欢喜庆祝，听圣歌队这好听的诗歌，
也是讲等下会当摕遮个红卵来食。我要讲的是，这拢毋是上主要的。耶稣国外的意义是啥物？耶稣国外的意义是毋望伫咱生命不断的顶头生的下面，咱的生命会当愈来愈亲像耶稣。咱要庆祝国外，安尼耶稣国外的大权能伫倒位？就是伫你我的生命内底，通过不断顶头生来见证耶稣国外的大能力，就是咱的生命内底。这就是咱为着耶稣的国外所要做的见证。咱搁一摆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国外，毋但互阮对生命有盼望，得到肉体国外、永远我的应允。总是主，这个福分毋但是一未来，嘛是一今仔，就要来完成。恳求主上帝，你互主耶稣国我的大权能进入我的生命内底，互阮通过看圣经甲祈祷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确实伊的脚步，嘛通过信心不断破碎，得重新塑造，互阮的生命会当每一天得到顶头生，得到更新，互耶稣基督国我的大权能不断伫阮的生命来发生。主上帝，你差遣通过主耶稣基督差遣，阮爱去传福音，爱去见证主耶稣，总是主生命的改变，活出耶稣基督国外大权能，就是阮上重要的见证，就是阮上重要的见证。愿主你的心帮助阮，互阮除了用嘴讲，用手去帮活动以外，阮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活的见证。主愿安尼向你恳求、祈祷、甲交托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拢免惊，欢喜唱歌，基督国我哈利路亚。恁拢免惊，欢喜唱歌，基督国我哈利路亚。圣歌对信心的回应诗歌，学了以大尊名。
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四读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毕业道任难受苦，顶12架死，埋葬罗阴府。第3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，感谢是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吴文仁执事、苏依玲执事来书献。这是来报告的大声，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我读一遍，请大家来读2遍。当咱上耶路撒冷，人子要受过送，互这个祭司头甲经学士，因为伊死罪，也要过送伊互外邦人，因要欺人伊、骗烂伊、鞭拍伊、害死伊，过3日伊要过活。马可福音10章34节，请。当咱上耶路撒冷，
真主要受过送予这个祭司头甲经学士，因要以伊死罪，也要过送伊予外邦人，因要伊人伊毁烂伊、鞭拍伊、害死伊。过3日，伊要过活。马可福音10章33节、34节，来看周报的第一面。后礼拜的诗会服侍人员，请你家己来看，来注意。第二周间的聚会，请你来关心。教育课程，请你也来准时参加。第三教会小组的聚会，请你照分配的各组去参与。第五奉献的名示，若有重大的向执事来更正。第六消息的报告，本主日4月7日，4月份的1月中集，长老陈为民。执事苏玉玲、吴明书，即条要来举行4月份的生日，念入名的敬请省略，请你到头前来。陈国金英、简体贵花、周文官、林千芬、林祖文、傅淑君、陈雪英、高世婉、张碧林、柯培玉。陈浩安、陈林素珠、陈林丽玉、陈美智、陈基正、陈清芬、陈胜婷、彭秀芬、黄月珍、黄俊德、黄玉石、黄美荣、黄碧霞、詹淑文、刘如虹、柯中勇、蔡月珠。谢浩美、简顺力、李国文、何玉峰、施丽华、何明雅、罗婉慧，是4月份的受请你无念到名的，请你由员来头前。
中昼12点要伫6楼办公室召开财务部的部会，请部员出席。中昼12点要伫7福1的教室召开关怀部的部会，请关怀部员出席。下主日4月初8，欢迎无声合唱团前来咱本教会，要来做见证，献诗，咱为伊的事工来代祷。迄个下晡1点，要伫7福1的会议室召开4月份定期的中职会，请中职出席参会，然后煞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。教会消息：4月初4拜3，4月初5拜4，办公室为了清明连假，所以休困到4月初6拜5才正常上班。4月份到6月份的新安宫读经，智慧的入门，欢迎会友到6楼的办公室来领取。第三项，咱4月15日野外礼拜，这个便车已经公布伫这个外面4楼的公布栏，请你家己去看，若有漏交的，请你家己的这个小组来提起。教界消息：2018年儿童青年的暑期营会有这2项，请你家己来关心来看。第2项，2018年第20届全国中职联谊大会的时间是4月28日，要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新德圣经书院来召开。要参加的请你报名向郑雨桐干事来缴费。其他的消息，通处长合作社要伫4月初8中昼12点，伫7福1的教室召开合作社的理干事会议，请理干事出席参与。请牧师来补充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一只做介绍以及补充的报告，一只有这个美芬牧师娘的这个表姐吼，这个何凤杰以及这个吴顺美哦，长老甲长老娘是咱的中间。哎，咱拍拍啊，大家欢迎。哦，伊是对这个美国这个洛杉矶转来吼，中港转来，好。一只嘛补充报告，毋知影咱敢有发现周报的第1页？第1页，这4月8号服侍人员讲道人员一只空白，意思是讲后礼拜这个木声合唱团要来一只不若是诗歌，嘛要一只来做见证的分享。总是讲因见证分享的这个人员要对安排，所以后礼拜咱就会知影，嘛毋茫咱当带咱的慕道友。也是咱的朋友同学做伙来参与即届的即个音乐诗歌见证会安尼。最后一点就是讲，原起头牧师要自4月份开始举办即个查经班，原底是想讲4月第1礼拜开始，就是拜4的下暗。毋过头过报告内底，咱知影讲后礼拜4，大家拢在放假对无？所以我若办落去，敢有人会来？好，我听着恁的笑声，也知影讲恁袂来，所以我刷到第2个礼拜，4月12拜4下暗7点半，要来举行即个查经班，要查考的是马可福音。好，以上一只做补充报告甲介绍。来吟上行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。
请起立吟全首。有主领带我脚步，若无我家己来行。阮求你给我大个保护，若是我言行欠比是正，但我当日遵守你诫命，互我伫黑暗中做光明。是未老，这是我人生必经嘛。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你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引带，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神帮掌管。将主耶稣搁我的大权能常常降临，充满伫阮的生命内底，互阮的生命常常更新顶头生，用安尼的见证来荣耀主你的名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练乐。灭道。请起立来行平安礼，甲你的隔壁讲：好你家在，好你家在，主耶稣有过我甲伊同过我。好你家在，主耶稣有过我甲伊同过我。请上6楼用爱餐，请上6楼用爱餐。没有，有没有红蛋啊？有没有红蛋啊？
贵长老，有没有红蛋啊？哦，在门口的。哦，你门伫个门口遐有你分圣诞红卵吼。